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所以耶稣的命令不是只有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有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不是我们只有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要进入耶稣的生命里面，进入耶稣的生命，照着他而活，按着他而行，照着他的命令去做。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就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所以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与他有交往团契，人活着是要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弥迦书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他说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叫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有的人很有公义，他很会判断是非；有的人很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更进一步的是谦卑的来与主同行？因为上帝来帮助我们，每天与主同行的功课是不容易的。每一天你要考虑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上帝要做的是什么，上帝期待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去做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好，所以第7节这里就提到怎么样叫做常在主的里面。第7节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的地方。第7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经文，一起念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常在主的里面，就是谁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常常有主的话语在你里面的时候，那么你要相信你就已经是在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圣灵来提醒，圣灵会告诉我们说不应当这样去行。当你有听到圣灵的话，而且你照着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你要相信你已经在圣灵的里面，你已经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常常是听了，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常常听是听了，但是我们不愿意照着去行。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然后他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应许说：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期待你的祷告上帝都要垂听？如果你期待你的祷告上帝都要垂听的话，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上帝就给我们这样成就。就在这个应许的里面，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祷告得蒙上帝的垂听，那么你需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里面，常常提醒你哪些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上帝必要成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期待我们的家庭能够进入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期待能够邀请自己的家人来信主，我们希望孩子信主，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配偶可以信主，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可以信主。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尽力的彰显上帝的荣耀。有一个有良好秩序的家庭会对神的国度带来极大的益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要引领我们的家人信主并不容易，但是需要常常尝试，再一次的给机会，包括给我们的家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我曾经分享一个弟兄的经历，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军中的弟兄，他信主是因为这个后来看到他的太太的生命改变，他才信主的。这个弟兄他要信主的时候，我特别要请他讲见证，然后他说：我看到我太太的改变的时候，我才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他的太太等了9年的时间。为什么等了9年的时间？因为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太太的生命因为信耶稣之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所以他说我在等我的太太，我要看到她有不一样的时候，我才愿意信主。这个弟兄他很可爱，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包括到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每个礼拜只要从军中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去他的父亲的坟墓那里去扫墓。但是呢，我们这个姐妹因为她长期服侍，然后长期的这个投入教会的侍奉，她一直没有时间跟她的这个先生去处理这些事情。她甚至有时候是拒绝她的先生，
所以他的先生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去整理爸爸的墓地。然后有一天，这个姐妹她在灵修的时候，她得到了启示，她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这个撒拉顺服她的先生亚伯拉罕，如同顺服主一样。她因为做了一个改变，一个立志，她说那我愿意在礼拜六的时间，只要不妨碍礼拜天做礼拜的时间，礼拜六的时间我愿意跟着我的先生一起去整理爸爸的坟墓。所以因着这个举动，这个先生看到他的太太生命不一样，他说你怎么会愿意做这个事情？他说因为我从圣经里面看到我需要来顺服我的丈夫，所以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所以这个弟兄他因为看到他的姐妹的改变，以至于他愿意在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改变，刚刚提到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就会让你的家人因此就能够信主。有时候我们常常执着，为什么他不信主？他不信主。有时候也许只差一个小小的改变而已。所以第8节的地方，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主得荣耀是因为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按着他的样式去行。所以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才是叫做做门徒，而是我们每一天要与主的同行。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来行礼如仪，来读经祷告，而是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每一天我们都以上帝的话做优先，每一天我们都以上帝的事情做优先，不是把做礼拜当做优先，而是每一天的生活上面每一件事情都把主当作是优先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活出这样多结果子生命的门徒。所以跟随基督不是只是一个礼拜一次，而是我们需要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经验跟经历的。所以蒙召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牧师蒙召做门徒，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召做门徒。上帝当然没有蒙召所有的人都来当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蒙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蒙召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就应当每一天照主的样式，每天照主的吩咐去行。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对当时的基督徒提出这样的呼吁，弟兄姐妹，你要效法基督的样式，你要效法你的老师，但是你的老师也要效法基督，这样他才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来顺服跟教导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牧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传道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成为主的门徒，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矽谷灵粮堂的牧师刘同牧师，他有3个常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跟鼓励。好，第一个他说要常在主的工作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2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刘同牧师说，他说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常在主的工作里面。那个常在就是你要在主的工作里，也许你是被修剪的状态，但是你要常在主的工作里，不要拒绝上帝工作在你的身上。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的工作事情会来修剪你，透过这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当然上帝不是要等到我们很好的时候他才爱我们，他还是仍然的爱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人提醒我们，上帝透过主日学老师教导我们，上帝透过小组长提醒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提醒，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人，能够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行为上能够成为更像基督的人，让上帝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常在就是要常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一样，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4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第一个要常在主的工作里，第二个常在就是要常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所以读圣经对我们不是只有净化的作用，
而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进行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洁净一次，每一天都持续在这样的洁净的里面，每一天的灵修都让我们能够处理干净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结出果子来。第三个常在是什么？要常在主的爱里面。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三个常在，这个刘同牧师的鼓励就是：第一个，你要常在上帝的工作里；第二个，你要常在上帝的话语里；第三个，你要常在主的爱里。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在他的工作里，时常在他的话语里面，时常在他的爱里面。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亲近上帝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了，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家人能够信主，那么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信主，然后我们要求对方要信主，你要信主，你要信主，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没有真实的生命活出来。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姐妹，她这样的，她说我们家派代表去做礼拜就好了。这个我们家里家人很多，所以我们派代表去做礼拜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派代表来做礼拜，而是你自己要先成为亲近上帝的人。不是要求别人亲近上帝，是你自己要先成为亲近上帝的人。最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来上教会，而是每一天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的里面。刚刚三个常在，第一个要常在上帝的工作里，第二个要常在上帝的话语里，第三个要常在上帝的爱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在他的里面。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要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主的命令。主说你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主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上帝的命令进入我们的里面，变化我们，更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学生，活出更好的样式，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主。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变化的经历当中，也许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主啊，当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或是目标的时候，感谢主，这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谢谢你，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恩典的里面，每一天也活在你的信实里，每一天也活在你的帮助的当中。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出你的样式，每一天照着你的话去行，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而是让我们每一天就活在敬拜的当中。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金句是约翰福音15章7节，我们一起背诵2次，请。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7节，再一次，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7节。现在举行圣餐礼，我们来唱圣餐的诗歌，与主合一。心灵粮诗选300首，我们先唱第一段。主宝血为我流。
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我们的圣餐主日。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也是给我们有重新再次反省的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它同时也是一条简单的路。那个简单的路是，当我们信主，上帝就为我们成就一切。但是困难也是，信主是很困难的，因为你怎么样去表达你的相信？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焦虑跟困扰的当中。我记得我以前在刚去马祖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传道人，然后各位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给自己有一个期许。都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马偕，然后因为他是从加拿大来的，所以他29岁的时候就来到台湾，然后到他一生都埋葬在台湾这个地方，在淡水还有他的坟墓在那里。知道刚毕业的神学生，刚毕业的传道人都有这样的心志，我要为主而死，我要为主而去做这些的事情。刚到马祖的第一个礼拜，好快乐啊！我终于来到这个上帝要给我的应许之地，非常好。可是过了1个月的时候，我每天在看着海，天哪，我是不是真的要一生就埋在这个土地上面？我要埋在这个小岛上面，那个小岛是绕一圈，骑摩托车只要20分钟的时间就绕完的地方。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地方吗？这是一个太大的挣扎跟负担。对我来说，当时的那个期许跟当时的那个热情，其实会一下子就瓦解的。很多时候会觉得说，难道我真的要把我自己放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恐怕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常常回家见我的老妈，我恐怕没有办法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包括进修，因为是外岛，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的。心中开始焦虑，那个焦虑就是上帝啊，怎么办？你怎么会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呢？后来我的老师帮助了我，他说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上帝没有让我早2年来，也没有让我晚2年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帝把我放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只要忠心在这个时间点就够了，后面的事情让上帝去处理跟解决。后来我的老师跟我这样的鼓励之后，我发现是啊，如果我来的那一年再早2年，南竿的机场还没有盖好，恐怕我是要搭船，每个月都要搭船的。如果晚2年，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够理解。但是上帝就是让我在那个时间点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情况是这样，你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把你放在现在的情境里。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的情境要磨练跟试验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那个心智被磨练好之后，随时可以被主所使用。因为上帝帮助我们顺服，不是只有在表面上说我要顺服而已，而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时刻，即使上帝把我放在这里，我也感谢上帝；即使上帝把我挪开到别的地方，我也感谢上帝。无论把我放在哪里，我都感谢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也许现在让你在某一个位置上，但是上帝如果把你挪开的时候，不管是高升或者是下降，愿上帝都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喜乐，并且能够接受上帝的美好跟带领。不是我们去掌控这个人生的时间，是上帝做我们人生的一个导演，让我们每一个时刻接受他的安排跟带领。这个时间点或许是上帝要给你磨练的时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经过磨练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强壮、更坚强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等一下我们一样从中间的地方进来，那要特别强调，我们要从后方的地方，因为后方的地方我们有弟兄姐妹会帮大家招待的同工会帮大家喷酒精。那酒精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搓揉使用才能够发挥它的效用，所以不要马上喷完之后就这个来领取。我们到后面喷完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搓手完之后，我们再来领饼跟杯啊，所以不用急着要挤在前面的地方。当我们到后面领那个喷完酒精之后，到台前来，那一样我们拿着饼
沾着杯，我们吃喝之后就回到位置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杯子我们都是透明的，所以不用觉得说，我看不到那个里面的液体在哪里，稍微沾一下，能够有沾到就好，不要把手指头都沾到里面去啊，因为这样人家就不敢再用了。所以沾完之后，吃完然后就回到位置上，请为我们自己祷告。也许上帝对我们有别的安排跟带领，无论是他的安排跟带领，让我们高升或是降卑，都有他美好的旨意跟引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来念心中仰望文。你们的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要预备来分饼跟杯。等一下，在两边，好，然后中间来。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告诉你说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告诉你说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告诉你说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
保守使我们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命，保守使我们平安。主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孽，保守使我们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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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喷完酒精之后，我们就来到台前来预备来领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领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主帮助我们。圣经上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主的面前，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来领受上帝的慈爱。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的台湾来祈求祷告，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为着我们的国家的祷告，愿主将雨水赏赐在我们的地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代求，为我们的土地来祈求。愿主应允天，天就应允地，地就生出五谷、新酒和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悔改在主的面前，照着主所应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在主面前的谦卑悔改，使我们重新再一次领受上帝的恩典。圣经上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祈求主再一次的恢复跟医治我们的地，医治我们的土地，医治我们的百姓，好让我们的土地能够蒙恩，能够得到赦免。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
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还没有领到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与主合一》，心灵粮食选300首第2段。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甚至你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求你让我们不论奉献金钱或者是才能，都能够真心乐意把属于你的还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会众请起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张以宽，欢迎。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坐，谢谢。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唱到第2遍的时候，大家开始可以彼此的拱手问安，然后也去跟我们的新朋友打个招呼。为大家报告教会的消息。今天是复活期的第5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我们也恳请大家与全球百姓同力祷告，求上帝赐下医治还有遮盖，让大家都能够经历神的保守，不要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周主日为5月份的第1周主日，教会举行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同心领受主恩。在主日后的下午12点半，201教室有小组长及招待陪谈，还有关怀服侍同工的训练，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我们相信有了关怀还有陪谈，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在我们当中。那1点半的时候会召开5月执事会议，请会议同工们准时参加。下周主日会邀请前主任牧师陈启峰牧师来证道，并且庆祝母亲节的活动，欢迎弟兄姐妹都能够邀请母亲参加。另外在这边提醒大家，下周的主日成人主日学还有诗班是暂停1次的。
卫理公会年议会5月21号在台北卫理堂召开，请为了会有代表一兰姐妹跟伟文牧师的出入平安代祷。财务收支表跟执事会议记录都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关心。暑假的时候，教会将会预备在7月8号到11号举办儿童音乐品格营，欢迎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报名参加，内容详阅公布栏。成人主日学在主日后11点40开始上课，欢迎弟兄姐妹都去上课，并且关心祷告。目前已经开始的活动跟课程有知福艺人学院，还有教会跟长庚祈祷师合作的欢乐美语班、爱读经计划以及红本门徒跟旧约导论，请大家为了师资、学生们的学习祷告。我们也为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200个人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肢体消息，请大家为了弟兄姐妹的工作稳定、身体健康，还有为了身体不适以及弟兄姐妹术后的恢复，还有3、4月份的9位新朋友来代祷。以上报告，3-1颂，会众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常在主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常在主的工作里，使我们能够常在主的话语里，也使我们能够常在主的爱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知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施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